给自己找麻烦。到底该选谁呢？王晰？王晰头顶上有个乌云。我觉得今天供秋卓玛就像是一朵盛开的雪中莲一样，以这种清唱的形式带给大家的是一种意境。我现在也没有想好到底去选谁。我帮你选，我帮你选。来听听王丽，王丽你要选谁？哎，我觉得三人行必有我师哈。就像在座的三位，肯定有我老师。今天反正我是通过这个供秋卓玛，我又学到了一个方法，就是它可以没有伴奏，然后在呼吸的时候没有声音，而且它的呼吸没有破坏它的歌唱的意境，并且它能够通过它的呼吸把你直接带到下一句，太牛了。所以你的建议是？哎，这是我今天学到的，我觉得我很。所以刚才那个丹阳老师在说他的声音，对，气息掌握的特别讲究，真的是像我们在棚里制作出来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完美，你听不到它任何的那种。支持卓玛。所以两位选手都有自己的优势。我觉得所有的音乐对供秋卓玛来说都是多余的。对，我们可以求助嘛，有求助热线。黄老师是对，我们想听一下黄老师，我们真正的刘三姐。如果是您，如果让您选，您会选谁呢？我的难题都问黄老师。就是嘛不过我觉得韦杰他是我们广西的他呢就是从那个海选走到今天，那也是不容易也是很努力了。那么卓玛是吧？对。他真的声音很好，这些专家们都说了。好像你不存在有什么东西，没有可挡得住你那个声音那么去放，那么去唱，那么的美，是吧？所以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卓玛可以的。谢谢老师。好，谢谢黄老师。来吧，王晰，黄老师也给了你意见了，最终这一个选择还要你自己来下，你们再纠结还是要有一个选择。韦杰我真的很喜欢你，我希望我们能成为好朋友但是今天我的决定呢，是你的决定是供秋卓玛。供秋卓玛，恭喜供秋卓玛挑战成功，太棒了！与前面几组选手不一样的是，这对 PK 的刘三姐风格截然不同，但相同的是，她们一样优秀。在恭喜无懈可击的供秋卓玛成功踢馆进入梅西组合的同时，我们也想对韦杰说：继续加油，你的独特声音我们永远记得。韦杰他选择了一首其实并不太讨巧的一首歌，但他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的音色，他整个的感觉我很喜欢。在那一轮，我觉得更打动我的应该是龚俊。